再来看来台湾留学马来西亚查某大学生伫6当前互梁玉芝性侵害台死，一二审、经一审，嫌犯拢是被判死刑，伊搁再上诉。今二审是宣判，法官认为有教化的可能，嘛毋是伊无杀人，所以该判伊无期徒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比毋过被害者的家属是表示讲，因无法度接受。 治安全无拢毋讲话，伊是台西马来西亚招女大学生的梁玉芝。2年前，伊掠走来台湾读中英大学的马来西亚姓郑的女大学生，用锁算对方的颔棍，甲伊性侵。抢走之财了后，佮甲伊抬死，骗掉尸体。一审、二审，经一审拢判梁玉芝死刑。2个早经二审宣判，合议庭认为有教化的可能，无属于预谋杀人。专案罪嫌变化，强制性交杀人对死刑改无期徒刑，褫夺公权14人，强盗罪改判8年。 被告并不是事前预谋性的有计划性杀人，因此对被告的非难评价不得高于计划性杀人，也不得高于杀数人的情形。各方各法院表示，梁玉芝本地计划性侵抢钱财，发现死者反抗超出预期，才甲伊抬死，袂当以成准备锁就认定有杀人的预谋，也经过相关单位鉴定了后，认定有教化的可能。这是合议庭再三讨论了后的判决。法官认为，梁姓被告并非一开始就有计划的性侵且杀人。 而是性侵过程中未能得逞，因此才起意杀人。所以高等法院法官认为，梁姓被告的恶性比一开始就计划性的杀人还要来得轻。实务上并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衡量标准，法官会根据被告他个人的主观学历、经历，还有他的犯罪手法、犯罪手段等等情况做综合性的考量，去判断有没有教化可能性。 法界认为，敢会当教化，实务上较无客观评估的标准，真侪是由法官综合心情研判。也律师认为，这个判决较偏向考虑被告人权，恐惊互家属真歹接受。面对这个结果，家属透过文字回应，袂当接受这款的判决。中央大学是回应尊重司法的判决，提供家属心灵支持，专案阁会当上诉。公司新闻参报道。